来继续正大消息，有关这个大罢免，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顶人，今仔日是到桃园。国民党的立委李干秀是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，伫个内湖南港的选区咧走总。看这2天行程的安排有卡输哦，就是桃园甲内湖伫相换。讲进前一天，民进党是伫个台北的内湖拜票，那蒋万安是到桃园甲立委吴府庭来合体。 大家早安，小心哦，小心！蒋万安一日到现场，真个记者就围过来展现哪样家母的超强争气。国民党立委李干秀早起回到选区路口拜票，更加邀请蒋万安来斗3工。蒋万安嘛真有诚意，衫裤特别的设计。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不同意。那我们现在也加紧了赶工，希望有很快速能够做更多件出来。726要投票。 民进党5位战队各县市催罢免的同意票，特别伫桃园分2个小队分进合竞。今天我们现在这里是北桃园，有张雅玲、吴思瑶、郭玉琴；南桃园也有一队是由王义川来带领林月。把时间邮票，今日一天的行程安排，感觉真有戏。反恶霸，散独裁。无毋对，又阁是桃园甲内湖，民进党立委车到早起到内湖路口拜票，暗时同国民党立委吴府庭嘛伫伊的选区办演讲会，结果过长工哪里对调大回红。在野党的委员不要一再在立法院违宪乱政，要被罢免了，最终的时候才来临时抱佛脚。 罢免前长节时间资源伫有限的情形之下，行程要安怎调度和安排，这当看到哪里对战的智慧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